带大家去看当地客家乡亲打拼的故事。1世纪以前，一群客家人因为穷苦、战乱也到原因，漂洋过海到为印度洋方的留尼旺岛。100年过后，归到留尼旺的客家子弟，延续因的上辈人、因的祖先穷毛多有创业的精神，又过一摆跨海到法国甚至中国，寻新世纪的梦想。Comment il est Taïwan Bonjour Taïwan. 你好台湾。台湾你好。Ça va Taïwan Bonjour Taïwan. Bonjour Taïwan. 第18世紀，留尼旺喺印度洋開拓，接上我對腳嘅世道。呢當地嘅傳說度，一片喺開拓康寶倉嘅位所。就算到日下，下望是有人結到經營財寶，也名定一層面紗喺度，也因為按藥撥歐洲人落注意。留尼旺呢係一個法國嘅海外一個省份，佢呢位於非洲東南邊嘅印度洋河。佢全島嘅大細面積呢，差唔多有2000平方公里，比台北縣市加起來太過大一些的。因為幾年嘅氣候非常嘅好，相對當到歐洲嘅人客來入邊了，故所本安族寫歐洲。同時呢，特產人來到入邊呢，天窗會從7成幾離開留尼旺嘅建設。7成幾天天嘅比喻來，看下個業都係真正嘅海一石晴天，回應講參照要嘅，將棋盤樣嘅歐式建築，留尼旺安詳嘅風景。抽籤看真真。留尼旺島上嘅呢，彼得拉峰呢火山呢，高度差唔多有6600萬公尺，係一個活火山。佢下呢一噴發呢，就可能會2-3層嘅以上，其他層嘅安尼噴發，其中呢。每2年呢，tan講會噴發一次。故所來到留尼旺島了呢，天窗會來一片看火山的景色。按樣嘅噴發，也造成留尼旺一道特殊嘅景色，將火山山脈同佢人合天窗來了嘅。小碌碌嘅火山岩，雲體表變到看唔到墳岩，仍看下個見唔到半條草嘅東南咯。彼得拉峰呢一隻火山呢？啲2年前，也就係2007年呢，是有一擺大爆發。規則嘅火山的岩漿呢，向連東片留尼旺島東片的印度洋來流下去。到一下唔見到一片，雖然經過為2年研究嘅時間，唔過唔係減少嘅到一片當受難嘅雲土。看地面係有啲位小溪，一條片上要行嘅東南島嘅山脈火山口。就變作7成幾里行嘅終點，喺好彩，甚至都能看到火山噴發嘅期間，黑色建一家整建咗一群最留尼旺嘅觀光商機。啲印刷廠成立以外，成立7成幾公司，兼做旅行產業，最後一本名客對留尼旺一生人都記得。Les touristes, quand ils viennent à La Réunion, sans hélicoptère, ne voient pas le plus belle facette de l'île, c'est la montagne. Et la montagne n'est pas accessible facilement en voiture. Il faut marcher pendant longtemps pour voir la montagne. 整建咗關於到7成幾旅行市場，甚至是介意學用辦來攝7成幾，行開大營業，山喺實測食到夾留西世界的興趣。因為啊，這個基礎嘅當夢是，每年出年話兩石場、機場，疊上嘅風嘅工嘅好啊。我2個點鐘都做得到嘅，所以佢嘅5點鐘放工，我按1鐘做得到。Quand j'étais petit, je faisais des maquettes d'avions, tout petit, pour voler avec télécommande. J'ai fait des études en finance, dans le business, et je voulais être banquier. Et l'hélicoptère, c'est venu après, quand j'ai eu assez d'argent pour acheter l'hélicoptère. 韓西想做銀行家，他也是變做印刷廠嘅調價，甚至做7成幾公司。一條係當無簡單嘅，總共100年前，政府鐵台過海來到留尼旺嘅時節係兩手空空。一個印刷廠嘅前身，一搶係一間洗刷貨店。開始做時，那辛苦哦，開始哦，
拢係呢度嘅材料，因為自個唔同嘅色啊，就好個。見吃。見好個，見做。一般圖書一般是也夠啊，學印刷，你說到就圖書。Pendant les 10 premières années, j'ai fait l'imprimerie comme mon père le faisait. Et puis après, j'ai changé, j'ai fait une usine automatique. 在慶祝，就算係外行，也做得有成功嘅經驗，就係有安樣嘅精神，還有當盡嘅墨水。正牌印刷公司，以下經驗佔有市場8成客家，全印度洋最大嘅印刷廠。將政府安樣嘅奮鬥故事，以下啲琉璃屋，當地點點嘅發生等。下個節目蔡依卓、陳卷面，琉璃屋採訪報道。